当前车速119，您已超速。超速通过，时速112。400米处，路右侧有限速100拍照。当前车速105，您已超速。10公里后驶出当前高速，往尖山、黄湾方向。超速通过，时速107。即将进入下一个
即将到达尖山收费站。到达尖山收费站。 Yaw naman na mo. تقريبا واقفين نلاقي خير هذا شوي 500米后在道路尽头左转。绿灯处右闯红灯和不礼让行人拍照。请尽快走左侧两车道。300米后在道路尽头左转。走左侧两车道。走左侧两车道，即将在道路尽头左转。左转，随后走中间两车道。走中间两车道，前方红绿灯直行。900米内，有多个闯红灯拍照。800米内，有多个电子眼专拍不按规定车道行驶。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.2公里。走左侧两车道，前方红绿灯直行。800米后在第二个红绿灯右转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走中间两车道，前方红绿灯直行。直行，随后400米右转。请尽快走最右侧车道，300米后在红绿灯右转。走最右侧车道。走最右侧车道，即将在红绿